老王真係太屌啦！就響最近嘅英偉達技術大會入邊，我睇到嘅主題就係當科技走進現實。黃教主宣稱世界首款人形機器人模型誕生。首先呢，老王發佈咗核彈級別嘅 GPU， 基於 Blackwell 新架構嘅 B200， 升級咗2代引擎，對比之前嘅 H100， 單粒嘅性能翻倍。跟住呢，推出咗2粒由 B200 組成嘅 GB200， 對比推理能力提升咗30倍咁多啊！又推出咗36粒 GB200 組成嘅冷逆機櫃 NVL72， 一個機櫃就可以運行27萬億參數嘅大模型。跟住推出咗8個機櫃組成嘅超級計算中心 DGX Super Pro， 可以拓展到上萬粒嘅 GPU 集群。然後係發佈咗可以發揮 B 系 GPU 嘅網絡交換機 X800， 大寬提升5倍，每秒吞吐800G。咁呢種咧可能同我哋冇咩關係啊，我哋又接觸唔到。但係後邊老王帶住佢2個迪士尼得意嘅機器人 Orange 同埋 Green 出場，呢2條友仲有少少發脾氣喎。迪士尼嘅雅力機器人佢嚟到現實啦，亦都因為呢一個發佈會咧，英偉達嘅股價繼續爆升。點解我10年前冇入英偉達嘅股票啊？